高峰，你搞什么呀？昨天是地震，今天是火警，你明天要搞什么？我这闹钟声音不设大点儿，你这能起来吗？那你也不能用这种声音啊，这谁顶得住啊？对呀。哎呀，以后你们闹钟一响就起，我就把这闹钟改了。每次都能起。哎，行了行了，快点儿，一会儿还跑步呢，别迟到。行。哎呀。哎呦，走，吃早饭去。走，吃早饭去。周云，周云，快起来了。走了，周宇。他怎么了？没力气，发烧了，送去医务室吧。走走走，去拿衣服。好。走，来，小心点。39度，给他输液吧。哎，医生，啥情况？发高烧了，39度。你们昨天不是比赛吗？体温这么高，你们都没发现？这怪我，这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怪我什么？你不也没发现？别说了。今天难得下课早，晚上我们出去吃一顿。吃啥呀？吃点鱼吧。冰冰姐。周宇今天怎么没来？周宇哦，他发烧了。严重吗？反正挺不舒服的，没事，我们再照顾他，没关系吧？啊，那我先去训练了啊。谁啊？我冰冰，哎呀，怎么太客气了？我这10多年我第一次女儿帮我给周瑜。啊？哦，给周瑜的，那你怎么不给他送过去呢？我让你帮忙给你就给就是了嘛。我还有课，走了。
宇，周宇，嘿，臭小子跑哪儿去了？公公，你怎么来了？回来了。我跑腿儿给你送养生粥来了。挺有心啊。你想多了，不是我给你熬的，冰冰给你熬的。冰冰，你说我这当爹的这么多年都没这口福，你小子今天就全享受这口福了，行啊啊！怎么样，好点没有？挺好的，没事儿。行吧，那我走了。别浪费了啊。冰冰的心意啊。知道了。来给我吧。刚才又慢了，再来，再来。再给我吧。慢了，慢了，慢了，再来。来，上来一下，上来一下。不能抢跳，并不代表你在起跳的时候要比别人慢啊！要精准干脆的起跳，不能有一点点拖泥带水，明白吗？耳朵，两个耳朵，全神贯注，脑子高度集中。哨声响的一瞬间，身体同时反应，起跳，明白吗？行吧，休息5分钟，待会儿再来。感觉这周瑜啊，他的那个起跳一直压不了哨啊。他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接力赛的成绩都会被影响。感觉他这样下去不行啊。他这个起跳不是练习就能解决的，他就是一直给自己压力太大了。现在跟他说的越多，越适得其反。就是因为上次的比赛成绩取消了，他肯定内心也留下了很多阴影。他现在当务之急，就应该解决的是这个。唉，算了，我们继续练吧，先练吧，先练吧。起跳，起跳，一次再一次的起跳。我多想把这个问题快速解决，然而事与愿违。这个问题好像并不是我不怕辛苦，反反复复练习就能马上克服的。我的双脚似乎变成了提线木偶的脚，总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提吊着，操控着。
没想到有一天会是我拖累了整个团队。周瑜还发烧呢。是啊，看来抢跳的事情对他确实影响不小，需要我跟他聊聊吗？该说的话我昨天都跟他说过了，剩下的就得他自己想通了。要是能想通的话，也不至于这样。其他人怎么样？哎呀，男孩子嘛，哪有那么多心思？再说了，这比赛哪有没有遗憾的，对吧？哎呀，我觉得咱们这些当教练的和你这个领队，也不用过多插手，剩下的就让4个人自己看着办好了。还是你心大。等会儿，给你加点这个。挺甜的，好迪。还有这个私货呀，小娜拉。周越，吓我一跳！起来，起来！你们干嘛呀？喝水。吃一个吧。我吃过了，要。行，等下再巩固一下。这次比赛失利是因为我对不起大家。行了，谁都会犯错，你不需要自责的。对啊，之前我犯错，不都是你们一起帮我克服的吗？就是，接力赛是个团体赛，输赢大家一起扛，你别把责任都扛在自己身上。说到责任，我的责任最大。我也有责任。不，我确实因为我太小心了，没有速度没有达到我最理想的状态。谢谢你们。我再说一遍，我们是一个整体。这周瑜真是不行，老是抢跳，这接力赛成绩全被他耽误了。你说我就纳闷了，不抢跳有这么难吗？那不就听个响声然后跳水吗？哎，你们听说没？教练组已经在考虑把周瑜在接力队的名额换掉了。哎，那亮哥，你有希望了。上次我跟谷教练申请，他瞧不上我，这次真要我顶上，我还不去了。有道理，你就得硬一点，不然他们总是欺负你。你就是给自己太大压力了。其实有些时候啊，你太想达到一个目标，然后拼命的训练，反而结果适得其反。我只是想快点解决这个问题。我知道。我给你讲一个我的经历吧。就是我以前刚做饲养员的时候，遇到了一只白鲸。他很紧张，然后我也很紧张。我每天去训练他，就有个动作怎么做都做不过。哎呀，我当时非常非常沮丧，我就觉得我是不适合做这行啊，就很难过。然后我就找到方法放松下来，不要想那么多，跟他慢慢培养感情，然后每天学习一点，每天坚持学习一点，也不着急。后来就把那套表演很完美的展示出来了。那是你对他这么久的耐心换来的成果。
其实游泳也是一样，我觉得再好再厉害的运动员，他也是一样的，都是需要过程。我觉得你不要着急，就像你刚开始学游泳的时候，不也是慢慢的学会了吗？就像你现在练习起跳节奏也是一样的，需要一个过程，不要太急。哎呀，看来啊，现在只能带你去一个地方。什么地方？走。现在。走啦。渐渐的，我好像慢慢的把蒋莹莹变成了我的树洞。我开始什么都跟她说，她也一直陪在我身边，默默的开导我。我喜欢和她聊天，和她待在一起，能给我一种很舒缓又平静的感觉，好像每次和她说了烦恼，烦恼就能消散一些，心情就能好很多。还没从上一次比赛失利中走出来。选一首你喜欢，并且熟悉的乐曲，反复听，记住它的鼓点节奏。然后呢？然后在比赛前，你就反复听，听到滚瓜烂熟。这个时候你摘下耳机，如果说你能把它的鼓点节奏记得很清楚的话，就用它来标记你的游泳动作，包括你的起跳。很多队员都用过这个办法，我建议你试试。带着新的方法和必胜的信念，我决定再一次用一刻不停的训练方式和新的节奏方法，强行让我的肢体记住起跳的节奏。赛场上绽放我们光芒，无所畏惧，我们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永远向着终点，拼尽所有的力量，也要把梦想点燃。勇往直前，我们年复一年，哪怕前路有再多的艰险，我们的热爱不会退减。要不负勇往，赛场上绽放我们光芒，无所畏惧，我们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永远向着终点，拼尽所有的力量，也要把梦想点燃。勇往直前，我们年复一年，哪怕前路有再多的艰险，我们的热爱不会退减。哎，这么早就回来了？哎，喂，妈。想什么呢？没什么，我给你加餐，晚上想吃什么？我都行，你看着买。好，那你先回去吧。
冰冰。喂，爸，周瑜他怎么回事？就是不接我电话。好，他最近逼自己训练，练得挺狠的，估计是心情不好吧。是因为比赛吗？是啊，前2天不小心把手臂划破了，还坚持训练。哎，今天也怪我，我这看他这样子，我一着急，说了他几句，可能说的也比较重。哎，他这个人就是吃软不吃硬，你跟他好好说说，你的话，他还是会听的。我知道。哎，冰冰，哎，冰冰，回头再打给你啊，又有电话进来了。好，就这样啊。喂，有光啊，打扰你啊，我想问一下，周瑜最近怎么样啊？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哦。哦。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怎么还不热身呢？教练，你看那个疯子，他还在练。他这样练多久了？估计1天了。教练，你快救救他吧！我们刚劝半天都没用。对啊，教练，想想办法吧。这咋办？就是啊。我给你梁叔叔打电话了，还有你的队友。我多少知道些你遇到的困难，现在他们都在等你回去。你怎么想的？走，别忙活了，跟我出去转转。你说的这些专业方面的东西，妈妈不太懂，但是妈妈知道，好像人活着总得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它就好像是对咱们的考验，你说是吧？妈，我尽力了，但是我真的过不去。我想来想去，我还是不能想，光想没有用，你得去做。你爸爸年轻的时候，我记得他跟我说过，他说别人练100次。我做1000次、10000次，我就不信我比别人差。爸爸和妈妈一样，我相信天道酬勤，我相信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要母子同力。妈，我练。既然你相信我，我就去练。我当然相信我儿子。晚上想吃什么？我给你加餐。吃
鸡腿。几个？来集合了啊！最近呢，我们对接力赛的成绩不是很理想，这大家都清楚。所以，经校领导和教练们的商讨，决定从2位主教练当中选出1位教练来，作为接力赛的主教练。而由谁来做这个主教练，你们投票决定。我们来投票，我们投票决定。没干过这事儿，那主教练我们能做得了主吗？大家安静一下。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还是基于尊重你们的意见，充分发挥民主，也是为了调动你们的积极性，所以希望通过这一次投票，促进未来的训练。明白吗？明白，明白。那我们接下来开始投票啊。那请2位教练回立一下。好，再来个快。在投票之前呢，我有几句话要跟大家嘱咐一下。这2位教练都很优秀，没有谁更好，没有我们更喜欢谁。我希望你们在投票的时候，能够放平心态，抛开私欲，公平公正的选出一个适合大家的主教练。郝领队，那个是不是谁当选主教练了，我们今后就都得听他的呀？那当然了，我们都要尊重这一次的选举结果。好，大家都明白了吗？明白。好，投票开始。阿国，队员投票选教练这个事情，可是校方领导决定的。哎，不是我真的要跟你抢接力队教练职务啊！解释什么呀？校领导的决策是英明的。哎呦，觉悟提高了，真这么想？本来就是嘛，让孩子们来选教练，我觉得挺好的。否则，再好的技战术也没有办法执行下去。老果，你要真这么想的话，我就放心了啊！以后我们还能在一起愉快的合作。似乎已经胜券在握了。哎呀，这不明摆着的吗？还用想吗？放松放松，都慎重一点，少一点个人色彩，好好想一想。不是哪一位教练对你更好，不是哪一位教练你更喜欢，而是多想一想哪一位教练更适合接力赛，更适合做大家的主教练。只有这样，对你们未来的成绩才是真正有帮助的。都填好了吗？填好了。好，那开始投票吧。都投完了吗？
又开始上票了啊！好，开始唱票。梁有光1票，古罗1票，梁有光1票，梁有光1票，古罗1票，梁有光1票，古罗1票，古罗1票，古罗1票，梁有光1票，梁有光1票，古罗1票。走吧，放松啊！大家起来吧。最后1票，梁有光。好，下面我宣布，接力队的主教练由梁有光教练担任。这一次的投票是大家见证的，公平、公正，所以我也希望你们能珍惜自己的投票结果，好好的跟梁教练训练，希望你们在今后的比赛当中获得好成绩。好。当然，古教练也会协助你们的，是吧，古教练？恭喜啊，老梁！这个本子里边记录着接力队员的技术特点，还有替补队员的信息。哎，阿果，还不甘心呐？总教练被你抢到了，责任呢？你这是要逼我下军令状吗？你觉着呢？好，这次冠军赛，我们接力队保2争1。好。然后呢？个人单项金牌数超过上次春季锦标赛。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这个总教练我不当了。有魄力，有魄力，我觉得你行。那必须的。那别光说不练了，赶紧带着队员们训练吧。我已经准备好了，加油！我怎么觉得我掉到了你给我挖的坑里面去了？哎，老谷，虽然有些不谦虚的说，我当上这个总教练，那是实至名归呀！啊，好了，玩笑归玩笑，我还是要感谢在场的每一位队员对我的信任。大家既然选择了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听从我的指挥。不是吧，教练？你这才当上总教练，听从指挥。啊，好，那我现在就要布置下一个训练任务了。所以当上总教练有没有好果子？情关上任3把火。现在大家听好了，所有人立刻回宿舍睡觉。睡觉？睡觉？不是什么睡觉？是啊。梁教练，马上就要冠军赛了，现在睡觉，保2争1还有希望吗？休息得好，才会训练得更好啊！光知道苦练是出不了好成绩的。行了，解散。
恭喜你啊，到了梁教练的魔爪之下啊！加油你以为谁都像你呀？不是别人练得狠，是你自己不耐练呐。走吧，睡觉去了。怎么了？拉着个脸，跟鞋拔子似的，输不起啊？有吗？一会儿到我那儿去喝个茶吧，聊聊。不用，我还得回办公室整理一些资料，给老梁给送过去。老谷，之前队里就你一个教练，确实很辛苦。老梁来了之后，帮你分担了好多，这是好事儿。但是，不管什么时候，你都是咱们的主心骨。小菊，我懂你的意思。在泳队这么多年，无论在哪，都会竭尽全力。放心。老郭，刚分开就想我了，是不是想晚上请我吃饭啊？是，请你喝酒。哎，你是不是没当过大官啊？刚当上领导你就给孩子们放假了，什么情况？我采访一下你呗。我这不让他们好好休息吗？休息好才能训练好啊，是不是？这么简单道理还用我说吗？啊，休息得好才能训练得好。时间这么紧张，你现在这不是胡闹吗？对。哎，老谷啊，我现在是接力队的主教练，怎么训练，是不是得听我的？是，你是主教练，以你为主。但是我得提醒你，游泳冠军赛马上开始，时间这么紧张，你居然还让他们睡觉。老谷，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说啊。咱们长久以来一直认为，输给王继飞，主要原因是速度，其实我们忽略了体能训练里面的力量和耐力。王继飞的比赛视频我分析了很多次，我发现王继飞的力量和耐力都远远在我们的队员之上，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在锦标赛之前尽快加倍的提高我们队员的体能。是啊，我赞成你说的对，加倍提高。但是时间这么紧张，你居然让他们睡觉，我就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了。别着急呀，我有招儿。来，你说说，我洗耳恭听。来，卖关子。教练，有事吗？教练，那一票其实是我投的。我知道。你知道？教练，我真的只是想快速提高我的成绩。我知道你小子是怎么想的，有些时候改变未必不是件好事。不过你也别想逃过我的魔爪，该管你的时候，我还是会管的。我不同意。首先，我不否认梁教练所说的，这次接力赛的失利跟他们4个人缺乏合作有关。他们4个在团结力、默契度上确实需要加强，对他们4个进行封闭式训练，加强他们的合作精神，我觉得是有必要的。但是，为什么要请一个外国教练呢？古教练的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这个现在我们国内也有很多优秀的体能教练，哎，你为什么唯独这个弗兰克青睐有加呢？
Frank， 是我当年在国际游泳比赛的时候认识的。作为体能教练，他特邀为许多欧美国家的专业团队效过力。而且这个 Frank 本身也有中国血统，对中国的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正因为他为东西方国家都效过力，所以这个 Frank 不但具备很好的国际视野，而且还能融汇东西方的思想，提出了不只是先进，也是更适合我们的体能训练方式。我想，这或许是我们省队目前所欠缺的。另外，作为体能教练，对于备战这次冠军赛 ，Frank 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和王吉飞有关。他指导过王吉飞。咱们国家队去年在美国集训的时候，这个 Frank 被邀为体能教练，所以他特别了解王吉飞。我想这个 Frank 一定会为我们带来一些针对性的技术指导。如果正如梁教练说的，这个弗兰克的确非常适合我们泳队。梁教练，你这个方案我看可行。那他可以在中国工作多久呢？这个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 Frank， 他一般不会在一个地方长期工作，他一般都是被聘为特训，只接一些短期的训练工作。但是，虽然只是一个短期的特训，我相信这个 Frank 一定会为我们的队伍带来一个很大的提升。我这边原则同意。对，你那边呢？我没问题啊，就是辛苦梁教练先联系一下，到细节商谈阶段我再进入去。没问题，老郭，行吗？没有问题。Frank 成为我们的特聘教练后，激起了不少水花。由他主策划的运动员训练方案，逐渐从各个方面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和训练中，或明或暗地影响着我们。Frank， 你看，这个就是我针对他们这次训练的一份计划。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咱们就按照这个来。对，我明白你意思。但你看我这个做了详细计划里面啊，我们要更加重视他们团队的协作精神，锻炼他们的意志品质，这个也很重要，明白吗？冰冰，你怎么在这儿？你说呢？哦，给你爸送吃的。屋里没人，电话也不接。那我帮你送得了。没事，算了。凉了不好吃了。那你去吧。等等。别浪费了。好。怎么样？这你做的？味道不错啊。真的吗？怎么了？想起外婆了。小时候，她经常给我做这个。这么一说，这次回国后，我好久没见她了。怎
吧。去哪儿啊？去看你外婆。现在？你等等我。慢慢呼吸，放的时候再慢一点，再慢，挺起来腰。呼吸调整啊，注意呼吸，注意呼吸。慢慢放，停一下，停一下，来，过来，过来，集合。慢慢放，慢慢放。等待冲刺信号，会把握每分每秒。面对太多期许的目光，该轮到我出场。哟，这一个个脸上挺干爽啊，可没怎么冒汗呢。看来这训练方法他们已经疲劳了。行吧，那今天我就给大家提供一种新的体能训练方法。上线了紧张和骄傲，去迎接属于自己的荣耀，破除把无可阻挡，已经展开翅膀，起飞，80万里都不累，新的目标让我追，伤痛汗水都无畏，准备，对手是谁都奉陪。世界的美，不负岁月向前追，直到生命的结尾。准备，对手是谁都奉陪，字典里没有后退，就在奔赴未来，跨越一切。好，第一个循环结束。陈教练，咱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啊？想什么呢？这才刚开始，还有2套循环啊！啊，2套。来，不要停，准备，到位，到位，快点！好嘞啊！开始。哪学了这一套啊？铁人18项啊！咱们现有的体能训练方法效率太低，强度也不够。这是我制定的一套新的训练计划，怎么样？是不是让你大开眼界啊？你真是天马行空啊！哎，你这一套你经过检验了没有？科不科学呀？行不行啊？你别把孩子们给练坏了。老公，你看你又开始危言耸听了。这是我结合国际泳坛最新的教学资料，独立开发出来的一套新的体能训练方法，绝对安全的。现在是不是对我佩服的六体投地呀？你是主教练，你说了算。但究竟怎么样，还得实践来检验。我对此保留意见。怎么样？够酸爽吧？今天训练就到这儿吧，明天继续。虽然光光整合的这套中西结合的体能训练方案，把大家都累趴下了，但没有一个人有怨言，大家都咬牙坚持着，希望能在之后的测试中获得一个好成绩。也相信这一套新的训练方法，会给我们带来新的飞跃。
老梁，这一天分上下午2次训练，你一个上午把体能全都耗尽了，下午的水上训练怎么办？这就是以后的日常训练强度了，他们必须要适应，不狠带不出好队员呐。这也算大强度啊，我还有更大的在后面等着他们呢。你这叫胡闹！哎，我还有个计划。什么？我想带他们出去野外拉练一次。野外拉练？老谷，你小声点儿。我计划带他们搞野外拉练，只是针对接力队的队员，我不想让其他队员听到了分心。这样的，你听我说啊。其实咱们的队员，按照个人能力来说都非常好，但为什么就是赢不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的队员协作配合不好，缺乏团队精神。我想让他们体验一下那种真正的荣辱与共、生死一体的感觉，就像当年我们那样。你就是说出花来，我也不同意。我觉得你胆量太大了。大哥，你听我说，这次你真的要相信我一次。我想，我不会同意的。哎，老关。到处在找你，在这儿多清闲呢。怎么了？哎，弗兰克可能要走了，野外拉练这事儿就算了啊。算了。说什么梦话呢？弗兰克虽然会走，但是人家把资料全都留下来了。你看，我这不正在研究吗？都是英文，看得懂啊？我看不懂没关系啊，有人能看懂啊。你等着啊。求助闺女了吧？哟，完了完了，出大事了！哎，但是我觉得这个它好像这样还缺少一点。你看它这个比赛场地啊。Mr. Liang， 嗨，嘿，行，我过会儿再跟你谈啊。哎 ，Frank。Mr. Liang， 刚才你拜托我的那件事。哎 ，Frank。哦 ，sorry。冰冰说他会帮你做翻译的，这样我们之后就更方便交流了。Oh my gosh， 太棒了！太好了，冰冰，你帮爸爸解决了一个我们跟 Frank 之间的沟通的大难题。Yes， 太好了，谢谢你啊。不客气，我来当翻译是为了 Frank， 还有高峰、周瑜他们。啊 ，Frank， 咱们这次的集训时间有限，所以咱们一定要趁假期结束前赶回来啊。还有就是，咱们要在争取最短的时间内让集训达到最佳效果。OK？ You know, the time is precious, so we have to come back before the vacation ends. So let's try to reach the best results in the shortest time possible. Oh, okay, got it. Mr. Liang, by the way, I have a meeting later. 你们父女俩慢慢再聊一聊。I should go. Bye. 拜。冰冰，昨天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接啊？不是我不接你电话，我昨天正忙着跟 Frank 讨论。那你就挂我电话。我想等我忙完了，我再给你打回去。忙，全世界就你最忙。你从来就没变过，以前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你怎么跟当年你妈一个脾气？冰冰，
冰冰，我给你煲了一些生鲜粥，趁热吃点吧。什么事儿直接说吧。是有个这个事情，过2天我要带着我的队伍出去拉练，不知道你有没有空？我想让你跟我们一起，顺便给我做一下我和弗兰克的翻译。我考虑一下，再说吧。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梁教练，继续啊，每组100个。这次用最新方式训练出来的成绩出来了，你看看，感觉好像有点不太理想。看来还得换一种方法呀。哎，大哥，快来！有办法呀，梁晓光。不但说服了郝迪，连校长居然也同意了你这天马行空、歪门邪道的想法，佩服。梁晓光，我告诉你，我依然保留我的态度，不同意。啊，我希望你能带回来一支崭新的队伍，来证实我的不同意是错的。大哥，你先看看，这是我做的野外拉练的一份详细计划表。你放心啊，我一定会用事实证明你这肤浅的反对就是错误的。哎，对了，老谷，我还要额外申请1名助教啊。一是这次野外拉练计划繁琐，我一个人精力有限，实在是忙不过来。你看这么多英文资料，哇，这英文水平翻译起来也太费劲了。找郝迪啊，找校长啊，你不能的吗？找他们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你放心，绝对不给组织添麻烦。最佳人选我已经想好了，就是我女儿冰冰，她绝对无条件免费支持我。好，祝你成功。哎呀，老谷，你看，你对我的嫉妒、羡慕、恨，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了啊！你给冰冰打个电话吧。颠死了！哎，你关乐了吗？兄弟们，好，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想先听哪个？好消息啊！好消息就是，明天要去小岛。